大家好，我係詭異。今集詭異為你講解嘅係星夢小花中由美事件懶人包。今集嘅主角顧名思義就係中由美啦。根據傳媒報道嘅資料，喺2006年12月，中由美就喺香港一個小康嘅家庭長大。佢爸爸就係香港人，佢媽媽就係菲律賓籍嘅。由於係混血兒，所以由細到大佢嘅外貌都好出眾。除咗俾咗個靚樣佢之外，佢開髮型屋嘅屋企亦都提供咗一個優厚嘅環境俾佢去學習同埋發展興趣。喺6歲起，佢阿媽就安排咗佢參加家燕媽媽藝術學校，俾咗好多學費佢去學唱歌、跳舞、鋼琴、薩克斯風、吉他、做戲等等嘅才藝。可能係想揾翻啲錢幫補下啲學費，有可能係佢真係好有呢方面嘅興趣。由8歲開始，佢就加入咗薛家燕旗下嘅女團 Honey Bees， 去過馬來西亞、澳門、廣州等等嘅地方表演。10歲嘅時候呢，佢就同其他成員組成咗呢個嘅組合 A Little Bit Shy， 翻唱過好多歌曲。去到12歲開始，中由美就開始做童星，參加咗好多大台嘅劇集，包括有《城寨英雄》、《平安谷之鬼谷傳說》、親親我好嗎、與蝶同謀等等。與此同時，佢屋企唔止俾錢佢去發展興趣，亦都有俾錢佢去讀書。例如佢中學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迦南書院就係間直資嘅中學，每年嘅學費接近2.6萬。簡單嚟講啊，依靠住小康中產嘅家庭，由細到大，中由美都可以自由咁去發展，嘗試好多嘢，從而累積咗好豐富嘅演藝經驗。喺2021年，14歲嘅中由美就用佢多年嚟學到嘅才藝、累積嘅參賽同埋舞台經驗，參加咗大台嘅歌唱選秀節目《星夢傳奇》。比賽嘅過程入面，中由美就主攻唱跳，以心急人上、跳舞街、狂野之城等等嘅歌曲令觀眾印象深刻，最終就拎到季軍，然後就簽約咗大台，加入咗星夢娛樂。之後佢就獲星夢娛樂力捧，雙線並行咁發展。一方面佢就以個人身份單飛，推出過好多個人嘅歌曲，包括 Breaking My Heart、Y2K 還趁我麼、下一個暑假、Crack， 呢啲都係主攻跳唱嘅路線嘅。另一方面，佢亦都同炎明熹、姚焯菲、詹天文組成咗女子組合 After Class， 出過一啲歌曲。喺做歌手之餘，中由美亦都獲得大台俾嘅機會去拍劇，例如就拍過校園劇《青春管我》、臥底嬌娃、夫妻的博弈等等。除咗 sell 唱歌、跳舞、演技呢啲才華才藝之外，藝人或者明星當然仲會推銷埋自己個人啦，會建立一啲形象人設俾佢哋嘅受眾去接受，甚至幻想。而中由美建立嘅就係純情 A0 學霸嘅形象啦。先講學霸呢方面啦，呢幾年啲傳媒就好有共識咁，多次報道中由美係學霸，話佢中5、中6期間連續2年考獲全班第1名，又話佢閉關溫書，每日讀6個鐘去準備 DSE， 希望考獲香港城市大學嘅商科。原因就係佢希望以商科嘅知識去幫補家族嘅髮型屋生意。再講呢個純情 A0 嘅形象啦，早喺星夢傳奇期間，中由美就喺呢個星夢傳奇繼續召集嘅綜藝訪談節目入面，自稱係 A0，聲稱自己喺學校的確係校花，有俾男同學追過，但為咗學業同埋為咗事業，佢就冇拍過拖。而喺星夢出嚟之後，佢都一直係咁講嘅，都係話自己感情路上係白紙一張。例如喺2022年，佢曾經因為拍《青春管我》而同家境富裕、帶佢成13年嘅演員劉展婷傳出緋聞，俾啲網民話目睹佢哋拍拖同埋開始戀愛嘅 Instagram。但佢嗰時嘅回應就話佢依然係 A0，冇拍拖，照舊係以學業為重，亦都冇留意身邊有冇追求者，靠住外貌、才藝以及呢啲形象，佢一路就喺娛樂圈嗰度發展，甚至試過上聲生不息嗰度作客試水溫，為大陸發展鋪路。然而，中由美同佢嘅公司都冇諗到，佢哋會因為純情 A0 學霸呢個形象而備受爭議。
早喺2024年7月嗰年 DSE 放榜之後，中由美嘅學霸形象似乎就俾人質疑啦，因為佢話自己成績未如理想，入唔到心儀嘅 CTU 商科。咁佢最終就自稱拒絕咗一啲大學嘅 offer，決定去到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喺嗰度讀副學士。呢點就俾人質疑啦，話若果佢真係學霸嘅話，點解會入副學士啊？特別考慮到近年公開試競爭就變細咗，入大學就相較十幾年前、廿幾年前易咗好多。而城市大學嘅商科亦都唔係收特別高，除非你話你真係目標係嗰啲8間大學入面專係做投資銀行嗰啲神科。若果唔係嘅話，喺近年嘅背景入面，好難話自己係學霸，但就入唔到大學學位，要去讀副學士先。當時有少數人就係咁樣質疑啦，只不過咁嘅質疑冇造成太大嘅風波，理由亦都好簡單，就係啲 fans 或者路人可以話，咁讀書公開試緊張好正常啊，失手好正常啊，咁就可以回應咗啦。隨住中由美之後由副學士升翻做港大嘅新聞系，佢學霸嘅形象亦都勉強保持住。不過之後就到佢嘅純情形象被質疑啦。喺2025年7月尾，有市民就影到中由美同一個男仔結伴去睇戲，然後喺離開戲院嘅時候，佢哋就疑似拖手。隨後個男仔甚至乎似乎喺度摸緊佢嘅8月15。對於呢個片段，中由美就喺訪問入面解話啦。佢就話對方只係同學朋友，話兩個人並冇發展嘅機會，又否認有拖手或者有俾人摸過囉柚。雖然就俾人拍咗片，但條片就唔算好清，咁就可以俾人話只係角度同埋燈光嘅問題。再加上佢咁樣回應，所以當時都冇鬧到好大。不過去到今年嘅聖誕節，中由美就真係遇到一個好大嘅風波啦。話說喺聖誕節嗰日，佢就突然喺 Instagram 嗰度出咗一個限時嘅動態，貼咗一條影片。影片嘅內容就係中由美被劉展廷從後攬住，兼且錫面。好快，中由美就將呢個動態刪除咗啦。縱使係咁，但條片亦都已經俾網民儲存咗，並且放上咗唔同嘅社交平台。亦都有網民發現佢同劉展廷似乎有一個1221.1221嘅 Instagram 賬號，似乎就係佢哋當年被傳嘅戀愛賬號。對於呢啲片同埋消息，唔同人就有唔同嘅反應啦。有啲忠實嘅粉絲就喺度幫佢辯解啦，例如話劇照啦，Yumi 着緊古裝拍緊 TVB 劇啊嘛。當然亦都有更多人係唔信嘅，話覺得係被背叛，我梗係傷害我弱小嘅心靈，唔做佢 fans 啦。亦都有啲人喺度嘲諷，例如話 A Naughty Girl。件事喺論壇同埋 Threads 上面越搞越大，去到27號出席頒獎禮嘅時候，中由美就終於回應事件啦。佢解釋話條片係真嘅，只係佢當時係玩緊呢個真心話大冒險，而佢輸咗就要接受懲罰，就要俾人錫面同埋 po 呢條片啦。佢話自己鬼妹仔性格，唔係好在意呢啲，點知 po 完之後，佢經理人就打俾佢，你哋做緊啲咩啊？佢就向經理人話，玩遊戲一定要 po，咁經理人就叫佢刪除咗佢，因為件事搞到好大。中由美就話佢依然係 A0，同劉展廷就係好朋友，了解中。佢話冇諗過件事會被放大，希望大家唔好誤會。至於 Instagram 呢，佢就話唔係佢開嘅，佢建議問翻開嗰個人，即使佢回應咗同埋否認咗一切啊，但似乎就冇好似之前咁令到件事冷卻啦，反而就越搞越大。原因就係喺答問題嘅時候，佢嘅個人表情同埋動作，以及佢隊友嘅表情，都令唔少人覺得不滿或者唔信佢嘅講法。包括佢企喺度受訪嘅時候，當被記者質疑問佢問題嘅時候，佢就喺度反白眼，然之後搖頭；或者坐喺度訪問嘅時候，佢澄清話嗰日所有現場嘅男性都錫過佢塊面嘅時候，佢隊友詹天文就喺度 O 嘴。呢啲嘅動作同埋講法，就令到有人喺 Threads 上面話佢冇禮貌、冇公關，
而面對排山倒海嘅負評，中由美就再喺 Instagram 嗰度貼出佢俾一個中性打扮嘅女造型師錫面嘅相，似乎就希望以呢張相去引證當晚佢只係玩遊戲輸咗。但係網民就唔收貨啦，話呢張相只係補拍，佢哋就話當中有啲細節同之前嗰個影片係唔同嘅，例如頸巾嘅綁法。本嚟件事應該就好似之前咁以各執一詞嘅講法落幕，但係去到30號就有更驚人嘅發展啦。有中由美嘅中學同學就聯絡香港01，指控中由美絕對係講大話，唔係 A0。嗰位人士就話中由美喺中學嘅時候就已經拍過4次拖，佢講出咗嗰4任男友嘅英文名，亦都提供咗一啲相關嘅拍拖相片，包括就有中由美同男生額頭貼面嘅合照，中由美喺一個交通工具上面挨喺男仔膊頭上面嘅合照。而報道出街之後，懷疑都係中由美嘅中學同學就貼出更多嘅合照。例如中由美同一個男同學喺交通工具上面隔住口罩，鼻哥貼鼻哥，或者話應該喺度錫緊嘅合照啦。又有一張佢俾人攬住，而對方隻手搭過佢膊頭，放喺佢心口前面嘅合照。仲有一張佢喺後樓梯同人 kiss 嘅合照。對於呢啲相，中由美或者佢嘅公司暫時就未有回應嘅。不過網民就有好多嘅回應啦。絕大多數都係負評嘅，有啲就話佢講大話係大話精，有啲就嘲笑佢話佢由2019年到今年都係維持 A0加了解中嘅狀態，錫埋都唔係男朋友啊，次次都係嘟啊，幾時先可以 true 翻次啊？講真話，暫時中由美嘅事件就去到呢度啦，未知將來會唔會有更加爆嘅發展。最後又係詭異少少嘅評論時間，有啲人就話唔明啲藝人點解要咁樣講大話，其實就係一單好典型明星產業或者偶像產業經常有嘅問題啦。我哋要理解嘅就係喺明星產業或者啲偶像產業入面，佢哋唔係只係推銷佢哋嘅藝術作品或者佢哋嘅才華噶嘛。喺藝人產業入面，好似片入面都提過兩句，就係會建立好多人設同埋形象噶嘛，然後再利用呢啲作品、才華同埋呢啲形象去營造一個光環嘅效應，一個心理學上面嘅認知偏差啊嘛。即係 A 只要俾 B 覺得佢有1-2個或者2-3個好嘅印象或者好嘅特質，咁 B 就會以偏概全咁覺得呢個人所做嘅所有嘢，佢所推介嘅所有嘢都可以係好嘅。透過呢啲光環嘅效應，呢啲形象人設，咁佢咪可以賣廣告咯，做代言咯，揾好多錢咯。大家可以諗真啲，若果真係好似社交平台上面自認為獨醒嘅人士所講睇藝人咪睇佢作品咯，聽佢首歌咯，理佢咁多緋聞把鬼咩？理佢咁多新聞私人生活把鬼咩？若果真係只係睇作品嘅話，咁我哋上 Spotify 聽歌咪夠咯。進一步咪最多咪買下佢嘅唱片去睇下套戲咪夠咯。咁佢應該係冇任何廣告嘅價值㗎，因為喺邏輯上面，若果我哋好理性咁看待嘅話，喂，你唱歌做起點，係咪代表你可以評價嗰個產品有幾掂，然之後推介俾人呢？你唱歌做起點，係咪代表你可以推介嗰啲咩藥物點樣令到你雄風再起點樣醫好你啲頭髮嗰啲乜乜物物你真係有咁嘅專業背景去推介呢啲咩？有啲就推介你去用邊啲金融嘅平台，有啲又推介點樣做生意。但你睇下新聞，啲明星做生意投資好叻咩？唔一定㗎。所以諗真啲嘅話係唔相關㗎啲嘢，但佢哋都可以代言喎。其實咪正正反映呢一行唔係嗰啲獨醒嘅人士所講，即係睇作品咯。呢一行就係喺好多訪問、綜藝上面、訪談入面建立好多人設形象，然後再利用呢啲形象獲得大眾嘅接受，獲得大眾嘅喜愛去揾錢㗎嘛。而呢一行入面有更加特定嘅一群後生嘅青春可人嘅，就會再進一步提供一啲全方位嘅幻想同埋戀愛感，透過好密集、好龐大嘅社群互動。例如大陸就用嗰啲微信群建立好多微信粉絲群或者用 Bubble。喺韓國就用 Reverse。喺呢啲平台上面啲偶像會成日同啲粉絲互動嘅，
開 live 或者留言通訊回應啲粉絲嘅，又或者整好多綜藝啊、訪談啊，俾啲 fans 睇，又會開好多嗰啲見面會啊、握手會啊、簽名會啊等等。喺呢啲綜藝啊、見面會啊上面，啲偶像就會俾心啊，做一啲可愛嘅姿勢啊，甚至跪低啊，好似求婚咁，話中意啲 fans，話自己唔會拍拖，用各式各樣嘅手法去建立自己純情，只係屬於 fans 嘅形象，而成功可以建立到呢啲咁嘅親密感、戀愛感之後，啲公司就可以賺大錢啦。因為啲 fans 狂熱起上嚟，就可以做好多嘢。例如大陸未整頓呢個飯圈文化之前，經常會發生嘅就係一出歌、一出戲或者一有代言，啲 fans 就會燒錢幫佢哋嘅偶像喺各式各樣嘅排行榜上面衝上第一位。例如票房嘅榜啦，例如嗰首歌嘅排行榜啦，有例如掃啲代言嘅貨品啦，證明佢嘅哥哥偶像好有咁嘅影響力。更加唔好提嗰啲周邊啦。而有不利嗰個偶像嘅消息嘅時候，呢啲粉絲亦都會出征去洗啲對手版啦，逼到啲對手唔敢講嘢啦。香港近幾年都有呢啲咁嘅文化㗎，邊個偶像就唔講啦。成個明星產業就係販賣呢啲人設形象，普通嗰啲就係靠呢啲形象去做光環效應。後生青春少年少女嘅就多數更進一步賣親密感、戀愛感、身份認同等等。所以呢啲後生少年少女嘅偶像就通常就唔可以拍拖，因為佢以及佢背後嘅公司就同啲粉絲係有一種咁嘅無形嘅契約，佢哋就係賣緊一點，就係佢哋只係屬於 fans 嘅，唔係屬於其他男性或者女性嘅，佢哋係 fans 嘅老公老婆，透過賣呢點，佢哋先可以獲得咁大嘅收入。而一旦呢啲偶像去拍拖嘅話，就會被視為違反呢個無形嘅契約，被視為唔專業、唔尊重啲 fans，咁佢哋就會俾人鬧。然後就會冇咁好嘅收入，成個運作就係咁嚟。咁當然你可以話啊，鍾柔美未紅到咁嘅程度喎，未好似大陸吳亦凡啊或者 K-pop 嗰啲明星aespa 啊，最近 aespa 入面 Winter 咁樣，因為有緋聞就俾人鬧咁嘅地步喎，未紅到嗰啲地步喎。雖然佢未紅到咁嘅地步啫，但佢嘅公司係想行呢個路線啊嘛，呢個就係重點。而呢種模式或者咁嘅運作，點解成日出事呢？就因為啲偶像都係人嚟噶嘛，有七情六慾，會想拍拖，會想俾人錫噶嘛，咁就造成一個好大嘅矛盾啦。一方面佢又想有一啲戀愛做人嘅自由，但另一方面佢又明知個圈係咁，而佢就為咗嗰啲名利，願意加入呢個圈，認同呢啲規則，所以邊個啱邊個錯好難講。同情佢嘅可以話好慘啊，好多人嚟啫，點解拖都唔可以拍？但另一方面，佢啲 fans 亦都可以話，你係事先就知道個遊戲係咁玩噶喎，你有 tacit consent 噶喎，你加入之前，即係你有默許同意呢個遊戲嘅玩法噶喎，或者再通俗啲就係食得鹹魚就抵得渴。咁當然要護航嘅就可以再進一步啦，就話引用一啲社會學嘅觀點，就話個社會設定一啲唔合理嘅權力結構，一啲唔合理嘅規則。咁鍾柔美或者其他偶像要實現理想，咁就只可以被洗腦被逼服從喺啲咁嘅唔合理嘅規則入面。但唔代表咁樣係啱嘅。但若果真係要推到咁盡講到結構咁重要嘅話，人真係冇一啲人文學科入面所講嘅 agency，即係一啲人嘅自主權或者能動性咧。咁若果真係講到咁嘅話，咁做人就好多嘢都唔使負責㗎喎。呢啲加入嘅少年少女，佢哋唔係冇腦噶嘛，佢哋有個腦喺個頭入面噶嘛，佢哋有受過教育噶嘛，佢哋亦都有好勁嘅商業自覺，咁先可以紅得起噶嘛。咁若果係咁嘅話，佢哋就比較似一啲有 agency、高風險高回報嘅投資者喎。而啲 fans 亦都唔係完全嘅迫害者喎，因為個資訊同埋權力亦都唔係完全平等嘅喎。佢哋燒咁多錢，但佢哋嘅資訊同埋權力係弱勢嗰方喎。佢哋唔會知啲偶像私底下做啲咩，亦都唔會知啲公司點樣做嘢，有冇安排啲飯局乜乜乜乜。而到真正塌房嗰刻，佢哋係荷包又傷，情感上面又受傷，但啲公司或者偶像就啲錢就袋晒。所以兩邊嘅講法似乎都有一定嘅道理，睇你 buy 邊邊咯。今集就講到呢度啦。
歡迎大家留言分享你嘅諗法，亦都歡迎大家讚好同埋分享，加入會員或者 Super Fans。另外，亦都希望大家 follow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咁就可以喺出片嘅時候收到通知啦。而 Instagram 更加會時不時有舊相同埋舊剪報分享。拜拜。